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 ACN 澳洲廣新聞。今日由我 Heidi 為大家報道2025年12月17號至到12月20號澳洲嘅重要新聞及時事。今集嘅內容包括 Bondi Beach 槍擊案後續，疑犯被控59項罪名，社區哀悼升溫。總理承認責任，以加快立法打擊仇恨言論與槍械暴力。Liverpool 7男子疑策劃暴力行動被捕後獲釋，計劃採取法律行動。墨爾本 Mordialloc 青少年引發騷亂，警方出動防暴警力。高中畢業生 Ata 放榜升學受關注。好，詳細報道馬上開始。Bondi Beach 槍擊案後續，疑犯被控59項罪名，社區哀悼升溫。悉尼 Bondi Beach 槍擊案之後，全澳各地仍然沉浸喺震驚同哀悼中。警方喺12月17號宣布，24歲疑犯 Naveed Akram 被起訴59項罪名，包括15項謀殺罪、恐怖主義相關罪行以及多項企圖殺人罪。佢目前仍然留院治療，由警方嚴密看守，案件將會等待進一步審理。下一次出庭日期暫定喺2026年4月。同日，多名遇難者嘅葬禮喺悉尼舉行，死者包括一名年僅10歲嘅女童 Matilda， 以及曾經歷納粹大屠殺嘅猶太長者 Alex Kleitman。親友同市民到場致哀，追思儀式由猶太教拉比 Rabbi 主持，氣氛莊嚴肅穆，亦都讓人感受到事件對受害家庭同猶太社區造成嘅深遠打擊。另一方面，槍擊事件中挺身而出、勇敢制服槍手嘅市民 Ahmed Al-Ahmed 受到社會大眾廣泛讚揚，被視為守護他人嘅英雄。民間亦都為 Ahmed 發起籌款同支援行動，澳洲總理亦都有親身前往探望 Ahmed， 並公開肯定佢嘅英勇行為。各界對呢個英勇行為嘅回應，展現出社會對互助精神嘅肯定。除咗Ahmed Al-Ahmed之外，仲有其他民眾喺槍擊事件中挺身而出保護他人，但目前冇正式媒體確認所有人嘅姓名。呢啲無私英勇嘅行為，彰顯咗社區喺面對暴力事件時嘅勇氣同團結。喺國際層面，多國政要亦都相繼發聲，公開譴責呢次槍擊事件，並向澳洲社群同受害者表達慰問與支持。呢單案件唔單止引發全澳深切哀悼，亦促使社會大眾同政府重新審視公共安全、仇恨犯罪以及槍械監管政策嘅未來方向。總理承認責任，以加快立法打擊仇恨言論與槍械暴力。悉尼 Bondi Beach 槍擊案發生之後，全澳喺政治與政策層面上對事件反應持續升溫。總理 Anthony Albanese 近日向傳媒表示，政府喺防範反猶太主義 （anti-Semitism） 同散播仇恨言論方面仍然有不足。佢亦都承認自己喺相關工作上面有責任。Albanese 指出，政府將採納反猶太主義專責官員喺2025年7月報告中所提出嘅13項建議，包括正式採用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 （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Alliance，IHRA） 對反猶太主義嘅定義，並且加強針對仇恨言論同煽動性言論嘅刑罰，擴大對煽動者嘅制裁。喺槍械管制方面 ，Albanese 進一步宣布，聯邦政府將會推出一項全國槍械回購計劃 （Gun Buyback Scheme），計劃逐步回收並且銷毀數十萬支槍械，並收緊法律對於可合法擁有槍械數量同種類嘅限制。各州與北領地將會同聯邦政府共同撥款，負責回收槍械同向擁有者支付補償，而槍械嘅銷毀將會由聯邦警察監督實施。Albanese 表示，呢個係自1996年 Port Arthur 大屠殺之後最大規模嘅槍械回購計劃，目的係減少槍械喺市面上流通，從而提升公眾安全。佢亦提到，如有必要，將緊急召開國會會議，討論相關政策同法律改革，以加快立法進程。反對黨領袖 Susan Lee 表示，反對黨原則上支持2025年7月份報告所提出嘅建議，並且認同必須喺全國層面加強反仇恨同反極端主義措施。但係，佢指出政府喺落實相關建議上仍然有不足之處，呼籲立即召開國會，加速通過更嚴厲嘅法律，包括剝奪有雙重國籍嘅恐怖活動人士國籍，限制特定地區人士入境簽證，以及將反猶太主義同極端主義列為國家安全優先議題。
Susan Lee 進一步表示，由反對黨成立嘅反猶太主義、極端主義與反恐小組將檢視現行政策漏洞，並強調反對黨同執政黨應該喺全國層面共同加強監控極端主義同保護公共安全。喺州政府層面，新南威爾斯議會將會重新召開會議，討論有關限制個人擁有槍械數量、調整槍械分類同埋禁止某類彈夾等緊急改革措施，以回應公眾對安全嘅關切。Liverpool 7男子疑策劃暴力行動被捕後獲釋，計劃採取法律行動。新南威爾斯警方喺12月18號下晝喺悉尼西南部 Liverpool 展開反恐級執法行動，拉咗7名男子。警方表示，當時接獲情報，懷疑呢7名男子可能正策劃同恐怖主義相關嘅暴力行動，因此採取高風險車輛攔截方式，攔截咗2部可疑車輛，並拘捕咗7名涉案人士。警方話，呢7名涉案男子係由維多利亞揸車前往新南威爾斯。有情報指出，佢哋可能打算前往邦大，但係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揾到直接證據，證明佢哋當時嘅行動係同之前喺邦大 Beach 發生嘅槍擊案有關。暫時仍唔清楚佢哋有冇具體行動目標。搜查期間，警方僅發現1把刀，並未發現其他重型武器。新南威爾斯警方後來表示，目前缺乏足夠證據繼續拘留呢7名男子，同埋對佢哋提出刑事指控，7人已經獲釋。但係警方強調，即使佢哋已被釋放，調查仍然喺度進行中，而呢啲男子喺新南威爾斯仍然會受到警方嘅持續監控。警方指出，呢一次拘捕屬於預防性行動，目的係迅速應對可能發生嘅暴力行動。新南威爾斯同埋維多利亞警方以及聯邦執法機構仍然就呢事件嘅動機同埋涉案人士嘅舉動繼續聯合調查。後續報道指出，呢7名男子已經聘請律師，並計劃對新南威爾斯警方採取法律行動。佢哋嘅律師表示，其中有幾位當事人喺拘捕過程中受傷，至今仍然感到身體不適，並對警方行動感到震驚同不安。律師批評警方當時嘅行動缺乏足夠證據，單憑猜測就採取強制拘捕，並喺未被起訴嘅情況下將當事人嘅姓名同容貌公開。呢啲處理方法對佢哋身心健康同個人聲譽造成影響，相關做法將成為日後法律追究嘅重點。7名男子及其律師一再強調，喺冇明確證據之下，唔應該將任何人視為有罪並作出拘捕。警方目前拒絕就此評論，僅表示調查仍然喺度進行中。墨爾本 Mordialloc 落青少年引發騷亂，警方出動防暴警力。喺12月17號星期三，喺墨爾本東南部嘅 Mordialloc 海灘一帶爆發大規模青少年騷亂事件。當日下晝，有超過200名青少年從海灘方向湧入當地 Woolworths 超市惡意破壞，現場情況十分混亂。喺搗亂過後，呢班青少年轉移至 Mordialloc Pier 及海灘附近，繼續聚集並發生激烈毆鬥，最終警方出動防暴隊到場應對。根據社交媒體流傳嘅影片顯示，呢班大部分赤腳同埋赤裸上身嘅青少年喺下晝約3點左右由海灘方向湧入超市。有目擊者指出，佢哋可能係嚟到海灘玩完之後，自發透過社交平台或者群組通訊聚集，之後前往超市搗亂。從影片中可以睇到，貨架上面嘅商品被推倒，飲品灑滿地上，仲有人隨意攞取貨品。喺店員報案之後，Woolworths 超市一度關閉，以保障員工同顧客安全。隨住事態迅速升級，警方趕抵現場，並出動咗配備防暴裝備嘅警力支援。另外有約20幾名防暴隊員以及約20部警車抵達碼頭一帶，驅散聚集嘅青少年，並且控制現場局勢。另有影片顯示，部分參與騷亂嘅青少年毆打其他途人，亦有人向警員投擲雜物。警方喺現場動用胡椒噴霧控制場面。經初步調查之後，警方表示未發現武器，亦都未有嚴重傷者報告。至於呢班年輕人事先係點樣聯絡或者組織行動，目前官方仍然未有詳細解說。從當時混亂場面、消息迅速擴散嘅情況嚟睇，呢一次騷亂事件似乎係透過社交媒體喺短時間內促成嘅大規模聚集。
截至目前為止，已經有一名青少年喺現場被拘捕，警方正係進行問話。此案尚未公開是否有人被正式起訴，同埋具體將面臨邊啲罪名，如破壞公物、擾亂治安或者係襲警等等。警方表明，調查仍然喺度進行中。維多利亞警方發言人指出，未來幾日將進一步加強對反社會行為嘅打擊，以保障公共安全。高中畢業生 ATA 放榜，升學受關注。隨住2025年高中學年結束，多個州份嘅12年級學生喺放榜日12月18號正式收到自己嘅 ATA 成績。ATA Australian Tertiary Admission Rank 澳洲大學入學排名唔係考試分數，而係一個排名制度。佢係將應屆學生嘅整體學術表現同同屆同州嘅其他考生比較。ATA 嘅數值由0到最高嘅99.95，分數越高，排名越前，亦都係大學取錄學生會參考嘅重要指標。根據新南威爾斯官方統計，於放榜日大概有60,432名學生收到 ATA 排名分數，當中53名學生取得最高分數99.95，約17.3%嘅學生獲得90分或者以上。教育界指出，呢啲排名唔單止係對學生升學選擇十分重要，亦都受到家長同學校高度關注。而喺昆士蘭，大約有30,167名畢業生喺當日收到 ATA 排名分數，當中37名學生獲得最高嘅99.95分，而大約24%以上嘅學生取得90分或者以上。教育部強調，分數只係其中一個指標，無論高低都能夠幫助學生了解自己嘅學習成果，並為未來升學或者其他出路提供方向。至於其他州份，維多利亞州已經喺12月11號放榜，而南澳同北領地亦都已經喺12月15號公布成績，西澳亦都喺12月19號夜晚公布咗 ATA 成績。喺成績公布之後，唔少學生喺社交平台分享佢哋嘅心情，有人歡喜雀躍，亦都有人感到壓力得以釋放，顯示呢個排名對年輕人同佢哋嘅家人有住重大意義。教育界分析，每年成績公布當日都會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對準備升讀大學或者踏入人生新階段嘅畢業生嚟講，呢一日可以話係佢哋嘅重要里程碑。今集嘅新聞總結就差唔多到呢度。嚟到2025年嘅尾聲，想趁住呢個機會提提你，我哋已經上載咗1連幾集嘅2025澳洲重大事件系列。如果你對呢個專題報道有興趣嘅話，請去我哋嘅播放清單查閱。唔好唔記得幫我哋按 like 及 subscribe 同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多謝收睇，下次見。